主后2026年1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亲像摩西的先知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18章14、19、22节。恁所要赶出遐个国的人民，拢听叹不怪，惊邪术的。恁的上主，恁的上帝禁止恁安尼做。上主，恁的上帝要对恁的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我的先知，恁着听叹伊。恁伫何烈山聚会的时，对上主恁的上帝恳求，讲毋通互阮搁听见上主阮的上帝的声，嘛毋通互阮搁看见上主伫黑暗中显现，则免阮拢死。上主就对我讲：因讲了真对，我要伫因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你的先知。我要将我的话交代伊，伊要将我的命令传达予人民。伊奉我的名传达的话，人若毋听，我要甲因刑罚。毋过，先知若大主大意，用我的名讲我无命令伊讲的话，也是奉别个神明的名讲话，迄个先知着死。恁可能会想，阮哪会知，即个先知讲的话，毋是上主所交代。先知奉上主的名传达的话，若无实现、无应验，这就毋是上主的话，是迄个先知大主大意讲的，恁毋免惊伊。亲像摩西的先知，伫以色列的历史中，摩西是非常关键的人物。上帝差遣摩西对埃及甲以色列人拯救出来，伫西奈山赏赐诫命予因，搁甲因立约，成做因的上主。因为上帝的话充满权能，以色列人听见雷电和号角声音，搁看见四那和山顶爆出的烟，就非常惊吓。所以以色列人请求摩西，成做因和上帝之间的桥梁。当上帝有命令爱因聆听的时，上帝亲自向摩西讲话，再由摩西传达予因。上帝毋简单兴起摩西传扬伊的旨意，伫摩西过身以后的每一个时代，伊犹原伫以色列人中间兴起先知，成做上帝的代言人。这个先知需要坚持摩西律法的要求，传达上帝圣洁的旨意，常常提醒以色列人记得持守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和使命。但是，这个先知传扬的话语也是信息，有时阵无法度受到众人的欢迎，也是得到应该着有的尊重。人民甚至将众先知看作是敌人。因为安尼，申命记18章15节记载，摩西安尼讲：上主，恁的上帝要对恁的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我的先知，恁着听叹伊。换句话讲，就是忠实伫上主的先知，众人应该听叹伊的教导，搁信任、敬重伊的职分。当今，教会牧者亲像以前的先知，担任上帝代言人的角色。上帝对教会中呼召某一寡人成做牧者，赋予因重要的使命和责任。因为安尼，牧者应该经常谦卑谨慎，忠实解说圣经，
进而得知上帝对你社会、教会甲基督徒的心意和期待。牧者必须尽力，互教会的信徒记住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也是军队主耶稣的门徒，佮愿意伫日常生活中敬虔活出信仰的见证。伫遮个忠实牧者，教会的兄弟姊妹也应该信任敬重因，认真听探因的教导，乐意甲因做伙同工，努力建立一个健康成长、信仰坚固的教会。相对的，牧者毋通因为家己的即份骄傲，搁较无可能轻忽即份任意评断。有时阵，牧者可能也会面对想要取悦信徒的诱惑，直到甲上帝命令甲教导打折扣，将原本严格的要求加以妥协。若是安尼，遮个牧者等于放弃上帝呼召，违背伊所交付的责任。牧者亲像摩西和先知共款，经常需要忠实传达艰难的要求，也是挑战的信息。当教会信徒专注聆听牧者忠实传扬上帝的话语，佮确实遵行遮个教导和劝勉的时，因必然伫信仰的路上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安，满腹喜乐的心向前迈进。默想：当教会牧者真诚、忠实传扬上帝的真理，我是毋是愿意谦卑领受、接纳，佮付诸行动呢？当教会的牧者真诚、忠实传达上帝的道理，我是毋是愿意谦卑领受、接纳，佮付诸行动呢？咱做来祈祷，真理的上帝，恳求你差遣认真忠实的牧者来到阮中间，教导佮培育阮，互阮通佮较认捌你，也会当佮较认真跟对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